多谢姚琪来关心台中的消息。台中新光区公所为了推广新光的马铃薯、甲新龙卵以及的新光米等等的农产品，举办这个日月生活节，开放大细汉囡仔落去的乌马铃薯，以及的用新光米做寿司，甲艺术种种的创作，互动式的市容教育，互大家耍甲真欢喜。 大人囡仔落去田内底学马铃薯，新光马铃薯种面积有174公顷，年产量5000多吨。让小朋友他了解这个马铃薯的由来，那马铃薯的食用的方法，这个整个的系列都是在为我们食农教育来奠定基础。推广在地优质农产，新光公所种卵、马铃薯、佮新光米，设计真侪食农关卡，互大家来体验。台湾米的3个饭源，就是用新光米来捏的，嘛是引起上界王的关卡。更 Q 香啊，比较不会像人家随便一煮就容易烂那种。现场也带大家来种食物，摕厝来装它。透过这体验活动设计，互大人囡仔对在地文化更加亲近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